乡路一阵西北风，害我买啥物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乡乡路一阵西北风，毋知这阵伊地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雨啊雨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甲车，喇叭声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毋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扛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？阮心肝连锁，我远我好，牵手作伴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万里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你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大主啊，较紧的啦，听来放手啦。死为止，代志拢是你掠出来的，看你即个是要怎甲交代啊？大叔啊，这也袂当怪我啊。无怪是要怪啥？若毋是走去共偷看洗身躯，今仔日嘛袂发生遮尔济代志啊！妹，我是无意中才看到的呢，啊，毋是我专工去偷看。嘿，师兄，啊你无意中看到，甲刁工看到的，效果毋是拢共款了啦？你若无意偷看哦，师傅就袂去用兵去遐娶某啊啦。老三啊，迄是师傅家己要娶呢，你哪会将罪过拢撒互我哈？啊你愈讲愈有影咧，师傅是为着要保护你呢，啊若无要哪有可能会答应啦？你若唔讲，迄是师傅家己改迄后日药才答应咧。你跟我来讲，你这死为止啊！好，你真正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哦。你应甲师傅害甲凄惨歪歪啊！你搁咧讲师傅的影话，哈？大师兄，我知我唔对，我唔敢啊！你唔敢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即摆讲唔敢，哪有敢有用？拍架！你来输过分哦！你叫我啥哈？我叫你拍架啊！好啊，你叫破架！大师兄，唔好咧啦，唔好咧啦。老三，你闪啦！今仔日哦，我要好好甲你教死啦！你是凭啥要甲我教死哈？凭啥物？凭我是你大叔兄。啥物大叔兄？啊，师傅都已经无啊，哪有啥物大叔兄？二叔啊，你即摆讲安尼，我向何总讲的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无要安怎讲。师傅都已经娶某啊，无师傅就无道地啊，无道地哪有啥物师兄弟？规定吼，西方也免去啊啦，大家吼到这拆股，一人行一路啊。啥？你讲啥？要拆股？啊好啊，你甲死倒转去你阿母寮，滴我去，永远就莫搁转来。哼！我若要转去哦，我家己自然会转去啦，免你管。哼！你笑啦，你笑啦！二叔啊，啊！大叔，感觉你对我一点仔都袂动心。后姑娘，你人生做水，个性又搁温顺，确实是一个真容易让查甫人动心的查某囡仔。也毋过，伫迄冰晶的心目中，已经有比你搁较有冰晶动心的物件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已经有意中人啊？无毋对，互冰晶动心的，并毋是人，毋是人，是啥物？是佛法。佛法。后姑娘，冰晶会去西方取经，就是为着要追求佛法，用个普度众生，互天下间的人拢爱离苦得乐，得成正果。
平生若是甲你做伙，得到幸福的只有你一个人。平生若是追求佛法，当然要互千千万万的人拢得到幸福。安尼你讲，佛法是毋是比你搁较互平生动心？大师，想袂到你的腹肠这么宽，我实在足见笑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叫阿娘将咱透开。你的死碰到底命，听讲我脑震荡，你着走去头发白的查某洗身躯，你根本就倒就毋是真心的嘛！哎呦，冤枉啦！我哪会去偷看人洗身躯啦？我是要去洗身躯，无意中看到的啊。真是嘞！当然是真实的啊。好啦好啦，算你有理啦，我着真是原谅你一摆。真实的哦。那呢，咱两个是不是会个？来了。哎呦，谁啊？哎呦，哦，啊你摕遐尔侪鸡丝要倒啊？我要来花生意，找后柜拼命啦！啊，要拼命哦？啊是为啥？为啥？当然嘛是为着恁师傅啊！我一定要将恁师傅讨倒转来。可是若是讨袂转来，我也无想要活了。哎呦，谁啊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当恋一枝花呢？啊，既然阮师傅甲后人又已经送做对啊，你就莫想遐济啊嘛，另外搁找一个啊。你讲的是啥物话啊？你当作我是一个老苍，我就无真情，我就无真爱心。你当作我是一个看一个爱一个哦，我才毋是迄款凊彩的查某啦。我毋是迄个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花生意的人遐尔济，伊后柜吼，伊歹又搁赤，你一定是因的对手啦。我是咧替你烦恼呢。拍袂赢我嘛是爱拍。三十米，可是我这届去，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这个磐石楼我都留互你啊。你一定爱好好的经营，互咱所有的姊妹啊，拢有一个好的归宿，你知无？哎呦，大指头啊！你要甲后几边？我替你又甲你去啊！三十米，唔通啊！这是我甲伊私人的恩怨，你无需要安尼去牺牲。八戒哥哥，你有爱我无？有啊，我当然嘛爱你。你若爱我，我即马甲人要去拼命，你甲阮做阵来好无？啊，我甲恁去甲人拼命哦。我吼，好啦，你若无爱去哦，就准煞，我袂免叫你啊。也毋过吼，咱两个到遮吼，切切啊！袂啦，我也无讲无爱对恁去啊。创啥？哎，我叫说啊，你无代无志，再来阮店里创啥？创啥？哼！我你看哦，叫后柜将东山庄搞出来，啊若无，我就甲你人抓厝拆，今仔朝甲你两个崩半只。哎，你这个人哪这么啊袂见笑哈？咱东山庄就已经甲阮小姐完婚啊，人即马已经是阮花生院的囝婿啊啦。啊，你是凭啥物来讨人啊？你看你知你袂见笑？东山庄本来就是我的人，是你甲我抢的呢。哎，谁甲你抢啊？哈？哎呦，家己抢输人，搁较早来遮大细声哦。是你用兵器抢单，啊无我来抢输你啦。哎呦，笑死人，唔才会安尼。哎，家己食了无路用哈，像什么少年的，哦，搁走来遮呢牵拖单、牵拖屎。你搞怕！哎呦，搞怕！啊，放开哥哥，你搞怕吗？笑吼！哎，你哪能拍我30米哈？是安怎？哎，你让我八戒哥哥我个跑，我改变。有话好我讲，有话好我讲。你八戒，唔免讲啊！免讲。讲点。若是爱情，自然的分拨。我怕你用爱等我。你为我用心过路。阿娘，你甲阮跋遮尔久啊，紧甲阮透开啦！
啊，叫我甲恁透气哦。啊，你敢唔惊叫伊走去？伊袂走啦，你紧甲阮透气啊！敢真实的？是啦，麻烦你紧将阮透开，我袂走啦。好，安尼我就放心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头家娘。啊你哪个叫我头家娘啦？恁就爱叫我丈姆。头家娘，有代志无啊？等你是去看到鬼哦？安尼大声细声迄个叫，啊搁哭个撞。头家娘，代志唔好啦，花生哦已经去了啦。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迄个后药师啊，闹人来讲店啦。后药师，阿娘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去找后药师算啥？阿娘，莫去啦。好大啦！老三，见。老公哥哥啊，我这哥哥来，来啉一杯紧嘞，庆祝胜利。啊，一杯啊！啊，你是咧庆祝啥啦？等你哦！老三啊，阮拄则吼去对面讲店咧，花生伊讲到密密麻麻哦。安尼嘛好啦，我看自今仔日开始，你就留咧遮做龟公啦，安尼哦，嘛较合你的个性啦。行，老三行，小等咧，老三，啊你光行李是要去倒位啊？大孙仔要收留我，我讲大孙仔吼，转来花果山啦。啊你毋是要缀我转去阿母寮地沟区？买咧，我考虑的结果吼，对大孙仔较有前途啦。好，你要缀迄只破狗啊，你就去缀，啊行李藏来，大家分分的。分？这物件大部分都是师傅的物件呢，你凭啥要分啊？大家白白是师傅的土地呢，是安那？恁会当分，我袂能分。你凭啥资格要来分啊？我袂晓分哟。啦！这个代表师傅你知无？在师傅面头前较尊重啊。我甲你讲哦，这箱仔内底吼，其实嘛无啥物价值钱啊。大孙仔，要分就分啦。嘿，我袂见啦，我教完哦，将这物件分落去食，我嘛要分互伊啦。你是凭啥无会分互我？比我袂爽啦，安怎？好啦，袂爽就莫分嘛。哎呦，八戒哥哥，遐个物件吼，伊若爱哦，拢互因啦，我才要先咧互你好。真实的哦。当然是真实的啊。那安尼我第一只先给你说多谢哦。客气啦。袂见笑，狗男女。老三，行，快出来。什么人要想要离开遮？恁竟然敢利用我无伫的身，走去甲我讲店，要无你是活了咧哪人？嘿，你是看到鬼哦？我当时去来弄店嘛。你搁敢钱无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爱敢担当。阿娘，师傅，好啦，就算讲你的店是我弄的啊，无你是要安怎啦？悟空，为师毋是甲恁讲过，因虽然是蜘蛛者，嘛是甲咱同款，拢是有性命的众生，你免来会伤害因呢。好啦，师傅啊，你甲伊拢同款啦，我看你甲伊斗阵哦，较会合啦。悟空，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师傅，无吼，无的，我为我为着你哦，拼生拼死啦，一心要保护你去西方取经，想袂到你甲这猪八戒同款，看到水查某就忙叔叔，好，连家己细只都袂记啊啦。悟空，你误会为师啦。 误会，我搁6岁咧，嘿，八戒甲悟净哦，拢亲目睭看到啊，你搁敢搁误会？老三，我咧讲，是，师傅啊，我即摆慎重甲你讲哦，甲我听好势，我一向拢真尊敬你咧，甲你当做是我的偶像咧，结果咧，你连这款的妖女，这款的火神你都介意，实在有够无品，你知无？我足失望的，亚宇。 老三呀，你安尼讲敢对啊？
你看，参照伊这般的吼，又气又搁水，莫讲是凡间的美女呢，就算讲是天顶的仙女哦，嘛无几个会当甲伊比的呢。伊哦，甲师傅若斗一场哦，袂输迄个牛郎跟织女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八戒，你哪会晓黑白讲话？啊，师傅啊，我是替你伫咧讲话呢。你用咧侮辱为师，毋过后姑娘是清白的查某囡仔，你哪会用咧破坏人的清白？对。灵玉是清白的。三庄哥哥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甲伊无同房哦？是啊，恁大家拢误会啊啦。我甲大叔确实是清清白白。喏，灵玉啊，你毋是甲我讲？安尼啊，婚姻本来就袂免讲的啊。啊是阮灵玉较明理。阿姨，你甲我安尼啊是亲姐妹啊，恁两个莫讲冤啊，好无？我无爱甲伊冤啊，是家己无水准，行要来惹我。嘿，即摆是谁咧惹谁哈？哎呦，家己爱情失败唔甘愿，才会常常来找我麻烦，你搁敢讲？谁讲我爱情失败哦？就是你啊！你后别讲，你后别讲。我别讲。好啊啦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恁就莫搁冤啊啦。三庄哥哥，我听你的，我袂插。我嘛无爱插你，哼！阿娘，哎呦，小姑娘，冰晶知影你对我真好，不过冰晶要去西方取经的心意无变，希望你另外搁找一个更较好的对象。毛毛呀，歹势，师傅啊，我就知影，我无看唔到人啦。两位头家娘，恁的恩怨，冰晶希望在我离开了后，恁会用化消，莫搁冤家啊。悟空、八戒、魔晶，咱行。师傅啊，我想吼，八戒，迄时啊，搁咧想啥？行。师傅啊，我想讲，我决定哦，要到10时吼，白条街路啦，啊西方我无爱去啊，恁家己去就好啦吼。八戒，你哪会安尼讲呢？世事无边的苦海，你哪会用搁沉袂落去？哎呀，师傅，莫甲伊讲啊济啦，非得哦，你即摆甲伊讲，伊也听袂入去啊，莫甲伊讲啊啦，哎呀，嘿啦，师傅啊，你甲看啦，即摆咱黏条条啦，哦，敢若袂随你起笑共款，即摆佫叫拖车来拖嘛拖袂叮当啊。八戒，若无师傅先行，你家己好好想一下，若是想通，为师欢迎你随时转来。好啦，师傅，行，莫猜，老大，行。三庄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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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真是要走？哎呦，小姑娘，这几天多谢你的照顾。以后冰晶若是处到真经，一定转来度化姑娘。我无爱啦，我无爱你度化啦，人无爱互你走啦。阿弥陀佛。董三总，你已经甲我的查某囝成亲啊，你哪会用个无负责任？阿娘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甲大叔无安怎啊。有安怎无安怎拢共款。董三总，大家拢知影讲，我已经将灵玉嫁予你，而且恁两个搁伫咧房间仔内分家。恁讲恁无安怎，是啥物人咧相信？你若是走，阮查某囝的终身大事是要安怎？伊是要嫁啥物人？后贵啊！啊，你是惊恁查某囝嫁袂出去晓？啊，无规气安尼啊，叫伊落海啊！若要找一个partner，啊，毋是较简单。啊，有弱势，较好较歹，灵玉嘛是你的查某孙仔呢，你叫伊落海？啊，当老母就咧做老苍啊！啊，查某囝落海斗趁，迄哪有啥物稀罕？灵玉啊！后姑娘，你哦，灵玉啊！喂，大孙啊，啊刷下去怎么办？你们走，我来办啊！师傅，你先走，行。三庄哥哥，哎呦说，你虽然窈窕美丽，搁够才呢，啊，不过我师傅已经决定要去西方取经，
所以你莫甲惊了，若无我就要对你无客气哦。一阵西北雨，害我买啥也无路。压甲规身躯胆高高，也毋敢小叫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倒一阵西北雨，毋知这阵伊在倒。等待的滋味虽然艰苦，毋甘放伊淡雨，我甘愿等无。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踏车，咱目闪满过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行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阮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予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远我好，牵手这步。在雨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脚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锁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。我放弃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放弃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哎，叔父啊，你看这间庙安怎？有水无？水是水啦，不过咱踮遮共交了，会甘好。师傅啊，不要紧啦，咱都吼请土地公伯出来，来甲伊参详一下，大只甲少大两共啊，哪要紧啦？这个土地公伯在倒位？马上甲我出来报道。好，你袂晓对土地公伯无礼貌。师傅啊，你放心啦，大孙仔算是土地公伯的顶司啦，大孙仔阿强哦，伊随时就爱出来啦。嘿嘿，哪会点点哈？哎，土地公啊，你唔赶紧出来哦，若无我要对你无客气哦。悟空，敢会是你对土地公伯无礼貌，所以土地公伯才无爱插你？哼，
伊若敢要吵，我就人掠厝拆，家鸟掠较无半只。是，有默契。奇怪，咱拢无动静啊。大孙啊，敢会是土地公伯走去毛飞人无伫的？哪有可能？我要找伊也敢无伫的。哦，这土地公啊，你也唔赶伊出来哦。若无，我真正要毙你啦哦！来，大兄弟，你咧叫我是无哈？哎呦，你愈来愈唔惊我，我看你看遮尔久才出来。无啦，我就咧甲阮囝大流珠啊啦。你咧惊恁囝换流珠啊？哪咧恁某呢？阮某就咧无闲啦。无闲，伊是咧无闲啥？阮某就甲一寡旅行团出国去啊啦。哦，对啦，大兄弟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嘿嘿，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阮师傅东山宗，你敢捌伊？这我捌你啦，大兄弟，这圣经是你的书，伊是西方出经，大家山神拢嘛知影。对啦，来，小心圣经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你莫在呼来呼去啦。我甲你讲，有要食先，但只住2天，敢会使？无问题。那安尼好，毋过你免让我师傅住啊足舒适才会使哦。这好，土地公伯啊，愿意将土地公庙互阮大，安尼就真好啊。因哪会晓搁做其他要求咧？行，不要紧，你来当咱小庙大，阮就足有面子啊。无，圣经，歹势，请。有，哇！大兄弟，你安尼看了有满意无？袂歹。对啦，大兄弟，我是讲要来甲阮囝饲牛咧，歹势我先来去啊。好啦，紧走。好。阿弥陀佛。师傅啊，若无你就先踮遮休困啦，我来四界探看卖啊。哎呦，你是要拿啥死？大孙啊，你即摆学一个还无当啦？我哪有无当？哦，我甲你讲，人惊人是惊死人的哦。哟，对啦，你是来遮创啥啦？我是对你后壁来，你要创啥，我就对你创啥。哟，你搁知影我是要创啥？哟，我知咯。师兄弟做遐尼久后，你头壳内咧想啥物物件？我哪有可能我唔知影啦？你是毋是要来甲二师兄破坏伊的好事，要来甲吐槽？你当时变哪会变遮尔啊巧哈？哎呦，对你遐尼久后，无巧嘛变较巧。好，迄只死肥猪啊，无师傅咧管哦，我看伊嘛无，一定会甲三四命安怎啦？咱一定要想一个办法甲伊破坏，袂使互伊食伤好。嘿，对，大师兄，咱一定要甲伊破坏。若无互伊食了，知影滋味了吼，要叫伊回头，敢咱斗阵咧西洋出境，迄物哪有可能啦？对，你先等下等，我先离来找北界看伊咧倒位哦，等我找着，我才搁出来找你，咱搁来一个内功外义。耶，水，嘿，赞。大师兄，我跟你讲哦，入去哦，爱较细意哦。好，我知影。你等下等，莫有走。我知。好。来啦。是啥物啊？你哪带我来遮？北界哥哥，你是毋是真心你爱我？当然是啊，我当然嘛是真心地爱你啊。那安尼，北界哥哥，咱来生一对小北界，甲小沙西米，好无？好，当然嘛好啊。北界哥哥，来啦！稍等咧。北界哥哥，你是搁要等啥啦？小心呀！咱真是要伫遮，哪个哦？是啊，我今仔日专工甲头家二张厝，叫伊就这让互咱呢。安尼哪对？咱真是要哪个吼？第你的房间唔较方便，哪就来遮啦？哎呦，这你都唔捌啦啦，伫遮吼，生囝才会成功啦。
原来是安尼啊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奇怪，这CBD 是走去倒位歪哥啊？还拢找无哈？咦，唔对咧，是苏亚声音咧。啊！你是苏亚，你是啊！啥物？你来讲讲。八戒哥哥，你较忍耐一点嘛，我若将你家死吼，你都袂惊啦。啊！你将我家死哦？安尼哪对？你毋是讲你足爱我，啊，谁要将我家死？我就是爱你，才要将你拆掉落包。若无，咱要安怎洗小八戒，甲小啥什么咧？爱我，所以要将我拆掉落包哦。啊，你莫爱我，不爱。八戒哥哥，你毋是讲你袂后悔？你即摆后悔吼，已经袂赴啊啦！若是爱情注定着奔波，我何必用爱等咯？你为我用心破路。啥什么？等者，哦，你家己差点啊，叫伊当做沙西米食去啊！你讲要我沙西米，行，对啊行。老三，老孙啊，老三嘛有来哦，啊伊来遮创啥？系啊，煞唔知影，我甲老三是要来救你的啊。老三，你会使出来啊，老三。大孙啊，老三啊，可能先转去啊啦。哦，安尼讲嘛是有理哦。对啊，迄沙西米为啥要加你啊？哦，唔是要敢若加尔呢，伊搁要将我拆只落腹呢。哈，你两个毋是咧谈恋爱，为啥伊要将你拆只落腹哈？啊，伊讲伊就是爱我，所以才要将我拆只落腹啊。伊就是爱你，所以要将你拆只落腹哦。是啊，啊伊讲吼，安尼就会当生一大堆的小猪八戒，甲小沙西米呢。啊！哎呦，哪安尼啦？不要紧，来，咱先倒转来，技术再去讲啦。哦，行。李水啊！啥西米？嘿，啊，倒涂骹伫咧困啦。啥西米啊？安尼看到啦，起来。哎呀，三金啊！啥西米啊？啊，你毋是甲恁师傅转去啊？安那搁伫遮？无啦，哎呦，我这。沙西米，你想要安尼做？不是我做的啦。毋是你啊讲啥？啊，这个那个，看你要走到倒位？我。师傅。八戒，你总算回心转意啊是？师傅，我知影我唔对啊啦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心甘情愿，袂搁再想东想西哦，缀你去西方取经啦。啊，绝对吼袂搁再孝顺查某啊啦。真实的。嘿，当然嘛是真实的，因为迄沙西米哦要将伊拆只落腹啦。啊，免来安尼。这我唔知影咧，啊，不过这是土地公的管区哦，安尼问伊哦，伊较知影啦。嘿，土地公，出来，土地公。哦，这里阿妈，安尼敢好？嘿，不要紧啦，土地公，紧来，土地公。大圣爷，老早。哎呦，啥物搞早啦？我都还未困呢。啊，这样阿妈，你叫我来有什么代志啊？阿弥陀佛，土地公伯啊，真歹势，这里阿妈搁将你插起来。不要紧，圣经，你若有什么代志哦，你做你尽量交代我紧啦。土地公伯啊，边境想要请教你。边境的徒弟八戒，捌恁遮办事楼的一个查某囡仔，结果伊竟然要将伊拆食落腹，还讲伊是因为爱伊才要食伊，这是为虾米？安尼无唔对啊！喂，你还讲我无唔对？你这老坏的，你枵食要食人，你还讲我无唔对？大圣爷，
你有所不知啦，这番茄钟所在全就我猪肚正。这我知影啊。啊，你睇，这猪肚正，若要交配的时阵啦，这母猪肚闹心，就会将公猪肚吃掉啊，伊就要后一代的保养啊。对不得，对不得。对啦，大圣爷，你还有啥物代志？我无代志，我要来困。啊，好啦，紧困啦。歹势哦，圣经，歹势。你这死鬼子吼，一声踏着铁板啊吼，看你后摆敢唔敢风流？我唔敢啦，师傅啊，我以后拢唔敢啦。八戒，你会当浪子回头，为师真欢喜。来，起来。较早休困的，明仔载天若光，咱就离开这个所在。哦，多谢师傅。哎，对啦，师傅，老三敢有倒转来哈？五钟，伊无转来啊？伊无倒转来，那安尼一定是互因抓起来。行，加来伊讨人。大叔呀，你是要叫我缀你去倒位讨人啦？潘西楼啊！潘西人，听不得，我不爱去啦。哎，我伫的，你是在惊啥哈？我不爱去就对啊啦。八戒，你著陪恁大孙兄行一撮。师傅啊，潘西人的猪肚只会食猪嘞，我不爱去啦。好，这死鬼子啊！你是有够无路用的啦！听不得。沙西米。哼，沙真，你实在真苦哦！阮沙西米甲你无冤无仇，你啥人要甲拍重伤？头家娘啊，沙西米唔是我拍的啦，唔是你是啥？我也知，我就来时哦，就看到沙西米倒伫咧涂骹死硬硬啦。你搁讲唔是你？无你三更半暝走来阮遮要创啥？都吼，我听到阮二孙仔咧惨叫的声音，我早就要找伊的啊。啊，恁二孙兄咧？我也知，我就来时也无看到伊的人，今日看到沙西米倒伫咧涂骹尔。哦。大金头啊！啥物代志？你个孙悟空哦，即摆伫外口讲要找你啦。哦。阿狗。啊，你毋是跟恁师傅走啊？哪个倒转来？找你来讨人啊！讨人？要讨什么人？讨我的师弟山五金。啊，大姨毋是跟你做伙走啊？你哪个反倒转来找我讨人？我的师弟是讲要来遮找八戒抬杠，结果一直都无倒转去。哦，我无来找你讨，安尼是要去找谁讨啦？你嘛莫讲互人笑。啊，恁老三家己暗时啊毋困乱骚，啊胖见你要来找我讨人。嘿，哎呦说，你的底下我知，你知，莫来这套啦，紧将我的老三吼交出来啦，我就随走，若无就真歹看哦。我教，听你讲话口气，敢讲你是亲目睭看到我甲恁的老三抓起来是？我是无亲目睭看到你抓我的老三，啊，毋过我有亲目睭看到你的沙西米要食阮兜迄个肥猪。原来沙西米是你甲讲着伤的？着伤？安怎？沙西米还袂死哦？哇，听你这个口气，你真爱阮沙西米死哦？嘿，当然哦，嘿，我希望恁哦全部拢死了了。拍狗，你莫再过分哦。过分是安怎？嘿，我甲你讲哦，是我的师父慈悲为怀，莫我杀身哦。若无，我早就将你全整个猪肚只抬互死了了。嘿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谁人你要抬阮规整啊？凭恁哦，沙西米要食我的师弟啊，沙西米会食人，我看你哦嘛毋是啥物好米啦。哼，阮食人是阮的代志，唔免你管。嘿，免我管会使，你紧将我的老三放出来。要叫我帮恁老三会用的啊？你摕仙丹来救阮沙西米啊？嘿，要叫我摕仙丹救恁的沙西米哦，你免多孝想啊啦。我免孝心，你嘛免孝心，你永远都记袂着恁老三的。师傅啊，大师兄转来哦。师傅，我大师兄，啊你去讨老三讨有无啊？无呢。迄个后药师吼，叫我摕太上老君的仙丹去甲老三换倒转来啦。
啊，大叔呀，迄个后药师要仙丹要创啥？可能是我将迄三什物讲一个无死，迄个后药师甲我讨仙丹要去救伊啦。安尼哦，大叔呀，那你就赶紧去讨仙丹，转来救伊啊！你哪遐戆头啦？若是仙丹遮尔好讨，我咪早讨转来啊！吼，那就爱直接伤脑筋啦。对哦，悟空，敢讲咱无其他的办法通好想？除非哦，阮有知影因将吴静藏咧倒啦，安尼吼才想办法将伊救出来。哦，大叔呀，那安尼哦，你就赶紧搁再去磐石楼查看卖啊！哎哟，磐石楼房间遮尔啊济，你若是将老三凊彩藏一支，安尼我是要安怎找会着啦？我想到啊！八戒，啊你想到啥？师傅啊，迄个老鸨吼对你真有意思哦。我看吼，要是你亲身出马吼，去甲伊参详好啦。敢讲为师出面，因得将吴情行难成。哎，无行袂要紧啊！你吼甲伊拖延一寡时间吼，我甲大师兄才来去暗中去内面找吼，看因将老三藏伫倒位啊。嘿嘿嘿，这无有通，这无有通。师傅，你著假做啥物拢唔知，去甲后药师讨人。安尼敢有妥当？有啦有啦。哎呦，师傅啊，迄个后药师吼，伊是吓你吓甲强要死呢。你若是去吼，一定妥当的啦。好啦，为着吴情，为师明仔载就来磐石楼行一转。师傅出马，所向无敌。三祖哥哥，你的大徒弟孙悟空，早都已经来找过啊，伊根本就无伫咧遮嘛。伊除了恁店的姑娘以外，根本就无熟悉别个姑娘，嘛无可能会去别个所在。哎呦，小姑娘，我求你啦！你若是知影伫倒位，你紧将伊带出来现我，阮阁急要去西方取经呢。三宗哥哥，你安尼讲来讲去，意思还是认真讲，我甲你的徒弟刷精藏起来，是毋是？是。